是从台东来的阿美族，叫翁明龙。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阿嘎巴吉吉》，不要逞强。Sana'y gustuhan ni Ama Sa pindugo siraw Sa malaking dugo medyo Di mamuray Tutira Di mamuray Tuuriin Biasa ku hamu makan ufai Tunggu ai ku rakan bahasa isai Akadu pacici Akadu pacici Akadu pacici Biasa ku hamu makan ufai Tunggu ai ku rakan bahasa isai Akadu pacici Akadu pacici Akadu pacici Mother
malem agadu baciti malem malem 谢谢，谢谢。哇，谢谢我们这个郭明龙跟团队们呢带来这首非常动听，有一点点摇摆风情的《不要逞强》。来，这位呢，台上这位是这个来自于台东马兰部落的阿美族创作歌手，人称后山龙哥是吧？龙哥你好啊！都把我叫老了。真的吗？所以叫你龙弟弟喽。啊，小龙啊，好，又要证明就对了。我从小我妈妈就叫我小龙了，一直叫到现在头发都白了，她还是叫我小龙啊。你永远是妈妈心目当中最帅的小龙啊，对不对？哎，小龙跟大家提一下，今天这一身衣服感觉白帅帅耶，是为了这个总决赛来特别打造的吗？过去有很多肮脏的过去。哎呦喂，还够干破。我要整洁自己。哦，是。所以呢，这个新衣服运动从白帅帅开始出发就对了。哎，对。不过呢，龙哥，你刚刚这个歌啊，听起来感觉很摇摆，很有风情，要不要利用这个短时间跟大家稍微介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我是在医院做的一首歌。哎，怎么说？因为在800年来，我有很多医院的经验。哎呦。所以我在医院就想到了，哎呀，不要再跟我一样。一直住院，一直住院，所以不要逞强。对，不要逞强，因为每一次的逞强之后都叫做灾害。哇，所以哎，这是一首很有警示味道的歌哎。希望很多的年轻朋友不要再像我一样，对，常常住院，因为都玩过头了。所以小龙呢，这个借由歌跟大家说，什么都是刚刚好就好。米酒一点点就好，咸肉也是一点点就好。也不要说不。但是一定要刚刚好，适量小饮可以怡情养性。我们阿美族讲，慢生慢生。哦，慢生慢生。哎，阿万那米阿拉。阿万那米阿拉。怎么讲那么多？什么意思？翻译一下。我说的是喝到刚刚好就好，如果不够再去买。这个后面这伏笔一介绍，大家都爆笑了啦。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后山小龙哥啊，真的是讲起话来相当的可爱。所以今天你看，哎，旁边是参赛者，好特别的经验哦。哦，对。他还是我的老师呢。是啊。哎呦，龙哥才是我的老师。对，哎，所以呢，龙哥今天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很棒，看到很多来自于这个同样是部落里面的很优秀的声音，大家一起同台为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努力。我就是来听他们唱歌的。你是来听他们唱歌，所以今天不想拿奖金吗？有吗？哎，有奖金哎！越奖金越多越好。是不是？首奖不要放弃，你把首奖拿走，佳作留给保普啊！不是啦，保普很厉害的。对，保普很强的。那么我们就台上呢，哎，龙哥，我们就准备慢慢起身，好不好？我们就一起起身，来，OK 吗 ？OK， 那我们就准备把这个舞台呢交给我们的保普来，大家呢再一次谢谢我们这个最帅气的后山小龙，谢谢。好的，舞台。